究竟乜嘢叫做孝？如果將個孝字拆開嚟睇，上半部分係同老人嘅老字一樣嘅。人嘅一生要經歷各個唔同嘅階段，當中嘅歲月無論幾咁風光，到咗晚年之後都避唔過時間嘅摧殘。有啲老人會開始頻繁進出醫院，有啲老人會失去人生中最重要嘅伴侶，變得形單影隻，甚至有啲老人已經半隻腳插入黃土之中，生存嘅意義就係等緊某日瞓着之後唔使再次醒嚟。你有冇諗過呢個時候你應該喺邊度？多啲關心你身邊嘅老人，其實就只需陪伴咁簡單。